台湾社会人口老化，这高雄就出现灵骨塔无够用的问题。亲像基丁的生命纪念馆，拢总有万外的塔位，单剩500个。当地居民可能一冬后一个位都找无。市议员是要求殡葬处增加塔位，若市府嘛就要想办法解决。基丁生命纪念馆建筑外观完全无像一般灵骨塔，吸引真侪外地人申请。不过，即摆可能面临塔位不足问题。议员江焕忠伫总质询就提出，基丁生命纪念馆原本17000外的塔位，到打剩500外个，加上阁有外区民众登记，安尼基丁居民1年了后可能会无塔位。宾馆处回应讲，若是有新的塔位，会优先保留一半予基丁民众，所以当地塔位数量应该无问题。588个位置，大概我算一下，可能不到一年的周期，可能就迄今生命纪念馆又没有塔位了。83年这个部分吼，迄个基丁生命纪念馆吼，会当去增加这个900几个位啦。根据民政局统计，高雄去年死亡人数有25000外人，平均每个月有超过2000人死亡。其中凤山是高雄人口上侪行政区，议员王耀如嘛提出，高雄可谈公墓大骨塔今年干那剩1400外位。一年外就会无够用，民政局是表示，目前殡葬处阁会增加1300外的柜位，而且逐年会豆豆增加。目前的塔位10月底剩下1454当然每年都大概要1000个塔位的数量嘛。当然，伊即摆未来个迄个年度计划内底，当个增加它的13个柜位的对啊。当然这是要分年去设置啦。宾馆处已经提报，明年到116年增加柜位，按算伫凤山基丁阁增加1000个。另外，高雄市立第一殡葬园区第1期火化场甲环保经路，按算115年完成，其他设施120年会当全面完工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